老板，让我抱一下。什么？让我抱一下。我们俩什么关系啊？我为什么给你抱啊？财务不让我抱，他让我来找你。你还找财务？我先找的财务，再找的你呀。啊？那他让你抱了吗？他没让我抱，所以我才来找的你嘛。啊？那你去把门关上吧。关门关啥门呀？关门呀！哦，什么事儿？你关上门了？门关好了。抱吧。你抱啊！你不要得寸进尺啊！你抱不抱嘛？抱。哎，你干嘛，老板？你等，你退后！你别耍流氓啊！我让你抱的是这个啊！你别耍流氓，老板！你抱不抱呀，老板？抱不了。